對唔少香港人嚟講，能夠入住香港半山區都算得上係人生一個成就。不過半山樓盤多數都係大單位，上車一啲都唔容易啊！俊豪閣西半山著名嘅單棟式物業，提供288個單位，開則有2房同3房間隔，面積由500幾到700幾尺都有，部分高層單位仲有海景欣賞添。相對於半山區閒閒地都過千尺嘅大單位，呢度500尺左右，預算上較易入手，加上屋苑外觀保養得宜，條件非常吸引。半山屋苑多數同地鐵站有一段距離，好彩屋苑樓下有小巴，冇揸車嘅住戶坐一程小巴就可以去到中環站。平日生活，蘭桂坊、蘇豪區呢啲高級生活熱點就喺隔離。Chill out 定係 fine dine 由你話事。不過我知道住喺半山嘅好多都係大忙人，所以 Castle One by V 呢個服務式住宅可能就更啱你心水啦。由服務式住宅品牌 V Group 策劃同埋管理嘅西半山 Castle One by V， 屬於單棟式物業，合共112伙，單位實用面積由379至到1050尺，開則有1房至3房單位，部分高層可以望到海景。屋苑嘅外觀相當別出心裁，糅合咗古典同埋現代嘅藝術風格，符合高品味人士嘅要求。對於租客嚟講，呢度彈性更大，因為除咗1年長期租約之外，仲可以選擇有家私同埋冇家私嘅單位，迎合住戶需求。項目設有約6000平方尺嘅會所，有健身室、大型室內泳池、休憩平台同埋多功能活動室等等，搞 party 都冇難度，絕對滿足到住客各種要求。住呢度都非常方便，行3分鐘就可以去到半山電梯，5分鐘就可以去到蘇豪區同埋中環。約人喺附近聚會都唔使的士上落。但係講到景觀最靚，就係今集最後介紹嘅漢妍。漢妍屬於太古發展嘅單棟式豪宅，2015年入伙，樓高48層，提供127個分層單位，主打2至3房間隔。屋苑嘅外觀望落去，絕對係近年半山區最注目嘅屋苑。呢度單位戶戶向西北，配合落地大玻璃，完美俯瞰中西區嘅無敵美景。住喺20樓以上嘅，更加可以享有廣闊嘅維港海景，令人有傲視同齊嘅感覺。屋苑另外一個特色就係有3座升降機上落，令住戶唔會有等 lift 嘅煩惱。加上呢度嘅住客會所，雖然面積只係得8000幾尺，但係頂級嘅配套，加埋無敵海景以及戶外庭園，每日起身望出去，相信都會有種成功嘅感覺。今集介紹係咁多，想知多啲相關資訊，記得聯絡美聯物業啦。